迎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小旅行。今天到屏东，屏东的戏曲故事馆，在这里可以了解到台湾戏曲的文化。来到了屏东，也有许多客家聚落，像是内埔老街、五沟水社区，甚至是萧家古屋，都值得您来这里体验建筑之美。戏曲故事馆光是建筑外观就很有特色，这原本是日治时期的重要官署庄役场，光复之后变成了邮局，经地方人士争取修复之后变成了戏曲故事馆。大的那个水泥柱以外啦，大半都是木头制的。它的这个最大特色是凉爽嘛，非常凉快嘛。清水砖墙、黑瓦屋顶。日式平房的外观融合了日治时期的巴洛克式建筑，见证潮州曾经繁华的历史跟发展的足迹。有时候戏友会从那边出来。而这一季展出的是潮州当地的布袋戏团，其中最令人惊艳的是这一座金箔彩楼。它就像是一座富丽堂皇的殿堂，木雕也相当细致。以前的戏班舞台很简易，很少有这种规格的六角棚，所以它已经成为老古董。潮州布袋戏团的演出内容也是精心设计，用在地的故事演出，让民众更了解家乡事。那就是要主打，就是要演出在地的故事啊，然后是比较有台湾呈现台湾味道啦，让它有点像台湾卡通那个滋味。想要知道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各有什么身段，游客也能够自己操作。食指在这里，头部要点头，自己动手掌控掌中戏，才知道台上1分钟，台下真的得花10年功。来到屏东，也能感受客家文化的底蕴，像是屏东内埔的老街，每个巷弄都有默默耕耘的在地产业。每天现做的面帕板，传承3代，坚持古早味，一直在老街飘香。要感受客家建筑之美，嘉东的萧家古屋有很多游客朝圣，是全台湾难得一见的5进客家大屋。屏东的客家庄有传统的美食，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文建筑，都有着客家先民偏守知足的故事，等着游客细细体会。红砖黑瓦的4方金箔彩楼上，戏友出演人生百态，一如1世纪前的古屋，雕栏大气，过月儒雅，勾勒感动时刻。